大家好，今天开始我们学习一下藏文这个辅音字母的最后两个，也就是半组。好，用藏文说的话是대바 dü나7个，对吧？也就是7个半组。7个半组，半也就是7个。好，那也就是剩下2个字了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。那么第一个是哈。好，那么它的发音部位是读的时候，发音部位是喉音。对，好，哈。好的，那么它的发音方法呢？发音方法是喉擦音。好的，那一起来读一下，哈。好的，那么这个哈的话，跟我们这个汉语里面的这个哈，对吧？是完全一样的。好，那么给它另外加一个音节的话是，就是加同样一个字，哈哈，对吧？也就是笑的意思，哈哈哈，就让哈哈大笑，对吧？哈哈，好，还有一个是哈科瓦。哈科瓦是什么意思？知道吗？知道了吗？懂了吗？对吧？知道了，会了，怎么说？哈科松。哈科松，对吧？会了。还有这个语气词，哈喽哒，哈喽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特别累的那种，对吧？哈喽，对吧？特别累的一个语气词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写一下这个字体。好，首先这个哈的话，先写一横，好，然后竖一撇，这样勾起来，也就是这个的话，一共就是4个笔顺组成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哈。好的，那么这个哈的话，现在没有什么问题吧？没有。好的，那现在看一下这个30个辅音字母里面的最后一个字体，那么也就是啊。好的，那么它的发音部位是什么？知道吗？发音部位是也是喉音。对，喉音，舌根音，对吧？对。好的，那么它的发音方法呢？发音方法是不送气的清3音。对，那一起来读一下好的，那么其实这个的话，我们前面已经学这个妈的时候，已经点到了，对吧？对。阿妈是妈妈。是妈妈的意思，对吧？阿妈拉，阿妈。好的，那么这个的话，还有这个它的语气词，对吧？阿擦是什么意思？阿擦就是痛。痛，还有这个特别热的那种，对吧？对。还有一个阿秋，对吧？阿秋是什么意思？阿秋是冷的意思，特别冷的意思。就比如说今天在外面下雨，就是感觉特别冷，对吧？阿秋，对吧？是一个语气词。好，还有一个是阿卡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是哎呀的意思。阿卡好可惜啊，对吧？哎呀，好可惜啊，是这种意思。好，那么它就是一个语气词。好，还有这个我们写这种诗呀什么的时候，就是那种特别有感情的那种我的祖国呀那种。那么用这个藏文来说的话，也是对吧？还有Emma什么什么的。对。阿妈。好。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写一下这个字。好，首先这样一下来，好，那么这个字体跟前面哪个比较像啊？这个跟前面的呀比较像。对，呀比较像，对吧？那么呀的话是单的意思，对吧？对。好，这个阿妈是母亲的意思，妈妈的意思。那么平时上课过程当中，很多学生都把这个呀跟都弄混了，因为他们2个看上去比较像，对吧？但是其实有它的这个不同之处，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记住好的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，那我们这个3首辅音字母的话就学到这里。好，那么我们从这个第一组开始读到这个最后一个，我们俩一起来读一下啊，从这个嘎开始音的。好，嘎卡啊加恰냐大塔塔那巴帕
帕玛扎擦擦哇夏萨阿呀ra la夏萨哈啊。好，那么这个30个辅音字母的话，它这个读音的时候有一个规律，是什么规律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是一个由强到弱的规律。好，就比如说嘎卡卡啊，从强到弱，对不对？然后架恰恰呀，大踏踏那，也就是一个强弱规律。这个的话一定要记住的一个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拼音字母的话，它都能成为一个音节。好，那么它的话单成音节时候，它的发音部位它都带有一个元音。r 对吧？r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30个辅音字母的话就学到这里。好。